社區客廳咧係今屆特區政府我哋係聚焦扶貧劏房戶嘅精準扶貧項目。呢個計劃咧，自從喺2023年年底咧推出咗以嚟咧，我哋已經係開設咗6間嘅社區客廳㗎啦。深水埗東社區客廳咧係第7間，亦都係繼深水埗社區客廳同埋南昌社區客廳之後咧，深水埗區已經係第3間嘅社區客廳啦。深水埗東社區客廳咧，可以預計咧可以為至少500個劏房戶提供服務，每年服務嘅人次咧大約係有8萬嘅。呢個社區客廳咧，其實佢實用面積好大嘅，有成3600平方尺，寬敞舒適，設備齊全，包括有共享客廳啦、備餐啦同埋用餐區、學習室、自助洗衣站同埋淋浴間等等，讓我哋嘅劏房戶咧可以喺舒適嘅環境裏邊咧，完成日常所需。除咗我頭先所講嘅7間之外咧，我哋預計會喺今年第3季咧係會再新增2間嘅社區客廳，其中1間咧都係會喺深水埗區，而另外1間咧就會喺九龍城區。屆時咧，全港一共會有9間嘅社區客廳，預計咧可以服務至少4000個劏房戶，而每年嘅服務人次咧係達到61萬嘅。特區政府咧係會繼續通過政商民3方係跨界別嘅合作，開設更多嘅社區客廳。